头起先，大家上关心的破发现金1万块，明仔载就会开放线顶登记，为初5到初9会当依照身份证尾数来分流登记，上紧11暗时6点前就会入去口座。财政部嘛提醒讲有5种领钱的方式，不过政府是绝对袂发简讯或者是电子批通知，民众唔通去哄骗。破发现金1万特别入地，即摆拢总分做5种方式，互民众选择去领。直接汇款存起来吧。好像就会自动入账啊，好事一桩啊！即摆破发现金有5种领的方式，选择登记入社的民众，会为11暗6点到12陆续入社。另外，还有164万人会当有直接入社，也是到 ATM 参邮局直接领现金。另外，特定偏乡地区也会当透过造册方式发放。若是选择登记入社分流的民众，初5到初9这5日会当依照身份证字号，也是居留证尾数分流登记。初10开始，无限尾数号码。考虑到上一次有这样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把凭宽也大幅度的扩大。所以这一次我们相信，这个在登记入账的这个不管预登记也好，或者是实际登录也好，我相信应该不会拥塞。因应即摆破发现金，真侪银行推出增加活动，像选择调峰入社抽1万入卡金，第一银行是抽红2点数，华南银行有机会抽手机大奖，合库是上悬抽8万入卡金。因为112年破发现金6000，冇有银行偷走，提早付钱入社，外界关注即摆敢会阁发生类似状况。财经公司已经明确跟各行库各行库都讲清楚了哈。不可以抢先垫款发放，所以这一次呢，应该不会再发生同样的状况。财政部表示，避免民众防诈骗，严格所谓发展部等单位联手，组成跨机关防诈骗专案小组，24点钟即是监控假的网址。也佮表示，政府未发简讯，还是电子邮件通知领钱，还是登录，呼吁民众唔通哄骗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